欢迎收看《福喜来航空比播》。今下大家看到的咧，就客家电视台咧纪录片正案发通哦，喊做1394大戏路哦。一只1394大戏路也只正案发通咧，到今年吼，已经係T9年的哦吼，当从的时间吼，啲啊9年的时间伫度咧，咩法国嘅同道好嘅作品，還好嘅導演咯。今日後面同歡喜做哋邀請到嘅兩位來賓嚟到現場，同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咧，先嚟分享 TV 吼，就係客家電視台紀錄片嘅企劃林小賢，好。大家好，我係客家電視台一個負責1394大戲路嘅企劃小賢。今日同歡喜跟大家見面，希望大家有機會到我做得來參加一個發通。係好 ，TVB 咧吼，另外一邊吼就係18號佢有作品吼有日線嘅導演咯，曾國龍導演，好。大家好，我係曾國龍，今日當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上網睇噶。好哇，大家唔知吼睇得出來吼冇呀？國龍吼呀，國龍導演吼，佢自家唔係咧，唔係漢人啦吼，唔過佢係客家西龍哦，佢嘅講佢嘅學也客家做錯嘅吼，今日來紹介就係佢嘅作品，佢嘅作品吼咩同客家有關係咯，也今日嘅節目就會紹介俾大家知吼。唔過一開始吼，還係會太陽同大家紹介一下，乜嘅係1394大戲路，雖然吼也就發通吼都見吼已經愛T9年咧，有同到有家有啲看客家電視台嘅人吼，可能就知道1394大戲路係咧紀錄片嘅正案，唔過還係太陽強呀小軒後來大家紹介下呀紀錄片正案嘅發通好冇？1394其實係一個紀錄片嘅正案嘛，就係我哋做乜嘅喊到1394大戲路，1394其實係天路頭擺天路跟入兩記相接嘅一條線，伊咧連接就錯嘅，連接線啊就喊1394線，啊大戲路係乜嘅呢？大戲路就係希辦咧啲做整體演嘅演出嘅機會嘅時間，呢種嘅行為就喊做大戲路。哦，當中嘅大通關有冇？希望下希望有同到嘅觀眾朋友做對來看啊，來看戲安尼。嗰種呀1394大戲路佢係意思就係希望有同到嘅人。分享同到嘅人來對養傷有興趣，就做得家庭養傷，因為養佢咩，然後天路有做一個剪接有冇，來做一個宣傳就錯嘅。應該係講我哋鼓勵佢到嘅新興嘅導演，做演嘅一個樣片，啊做好嘅，唔做得透過1394大戲路一個發通，跟樣片拿到電視台咯來播出安尼。伊咧露出嘅平台啦，吼，就當中吼，今日來到現場嘅吼，就係導演吼，國龍導演，唔係T擺來拍呀紀錄片係冇？係啊。這樣時你係用嘅對呀樣傷吼有興趣嘅喏，還係頭擺都有學過。是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有學過一些平面攝影，那時候我就上攝影學什麼，那之後就是大部分時間是拍平面的攝影。那前年2012年的時候，在竹北社大，陳博文老師就是有接受客委會那邊的委託，辦理一個客家影像人才培訓班。那我跟博文老師本來就是朋友，所以他就問我要不去上啊，所以後來就去上了他的課，這樣子。對，所以那是我等於是第一次正式的學習拍攝這個影片這樣子。唔講啲學嘅時節後，你對呀，你一開始剛才有講到係平面咩吼，對平面的攝影係太學嘅時間咧。唔過都見吼，可能咩有一段時間咧吼，你出沙飛嘅咩吼，唔喺啲拍嘅過程地度，你學到乜嘢冇？你有知道紀錄片老，因為紀錄片佢係發通嘅咩動態，老平面係真係冇共用吼。你啲學嘅時節有乜嘢冇共用嘅想法？平面呢，其實就是一個瞬間嘛，但是紀錄片啊或電影啊這種動態影像，它其實是就是動態的，然後特別是紀錄片，它其實是拍攝的好像我們一般的生活的片段啊什麼的，但是最後呢，你必須要有能力有觀點，來組織，然後表達出你其實對這個主題想要講的東西，這樣，所以事實上。其實是在那邊的學習很多啦，特別是不管是一般的攝影的技術啦，或什麼的，或是攝影美學，最重要的是老師他會教我們就是怎麼
去寻找你对这个主题的观点。还有庆祝有含迄位老爷故事讲完整啦吼，因为刚刚有讲到亚杂法通1394大戏路的整份法通啊吼，一开始啦都也还可能有一些的改变啦，一开始迄希望有动到新兴导演就会大家所谓的业余导演，唔系请专业的吼来参加就错嘅，不过讲到的唔系请专业。伫听说尾有动到不足的素材咩？有喊做有加上吼也1394大戏路的伫天师风播出吼，唔伫啊天师台也片吼，对呀新兴的导演吼有嘛个天数的素材无？其实嗰度的新兴导演演做的样片，因为係去白州嘛，古时候演做的规格，甲俺哋愛伫天师風播出的规格，它冇嘛個相同。古时候俺哋會伫演的後製部分，改演做改。就是做一个符合电视规格的那个，就是符合电视播出的规格安尼。古时候俺哋会天数演也部分啊，演有乜嘅问题，比如说音乐啊，或者是影像的问题，嘛会来跟俺哋做讨论。古时候还有一类就係青葱业嘅，就係跟俺哋個貼片咧，跟其他那个法通冇乜嘅相同嘅，就係。演参加的，俺哋有可能會改演的样片，拿可能国内外的影展，如果有适合他们的，那俺哋就會改演物色，然後也許就幫他們報名。就天數給他哋報名啊嘛噶。如果我談講吼有動到年底嘅因為啲怎樣發通嘅規則當空吼有講好嘅，就係一擺嘅乜個規格啊，吼，還有幾分鐘啊。不過這家伙一開始數到嘅樣片吼，可能佢嘅連分鐘數嘛，佢嘅長度啊、衝突啊，就有些無共用嘅係冇。係唔係會家家係你先過後將搶討厭啊，佢就改片係冇？有啲時節係按呢，就係演嘅作品唔會就改好嘛，作品內容改好。古時候我哋會常演講，你要太重誒，係冇得講嘅，然後就要符合說，你可能要去修剪。做節目係係會有咧播出嘅問題啦，係冇？有。古時候唐講一擺咩係各種討厭吼，沒有度到呀問題係冇？當空就本來就下好15分鐘，它有13、14分鐘咩吼？唐講係記錄的時間就係19分鐘哦。是，你有冇按重哦？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等於在學習嘛，所以那是算是一個作業。那老師是鼓勵我們說，你先不要給自己設定任何一個片長，因為對於我們還在學習的人，你設定片長反而是個困擾，所以就看你怎麼拍。那我後來就是根據我的素材還有我的敘事，最後當然就做出了一個19分鐘，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可以完整講出我的東西。佢說本單呢19分鐘係自己的綜藝，就係19分鐘係完整的就差不多。對。那後來就是我們老師也有鼓勵我們來參加那個客家電視台的1394大戲路這個活動，然後我一開始就知道要剪15分鐘這件事情，所以一直覺得很困擾。那我就還是先記了19分鐘來看看那樣子，然後剪了一個初剪的15分鐘。那後來很幸運的就是入選，所以後來我就再回去細修這樣子。然後因為你看19分鐘跟15分鐘看起來差4分鐘，可是它事實上可能差了20-30%，所以其實內容低度就喺19變做15，可能還有一整趴一整的段落就在拿停吼。沒錯，其實還蠻困難的。取捨啦，係冇。對。唔過聽講吼啲低度還係有動到有上時就係你剛才講嘅新嘅討厭低度吼，佢嘅用嘅尋找主題啊，還有佢嘅敘事嘅方式，也咩係天時特別天數嘅係冇。其實我哋1394大戲路一直以來就係鼓勵多元觀點啦，演愛講嘛嘅啊，演愛用嘅敘述，我哋其實採訪無限制，不過我哋當然希望以跟客家嘅觀點、跟客家嘅議題有關係，這樣子。不過頭擺我真有談到嘅吼，就係新嘅導演吼，佢真喺啲做嘅時間冇想過吼，也同時會變到天時風放鬆咩？嗰種當到版權嘅問題係唔係真係產生係冇？啲天時風就做唔得播啊嘛嘅。也係真實嘅，因為我哋係天時風播出嘛，嗰時候我哋呢
报名，做的观众朋友有兴趣做的上岸的网站，客家天丝台的网站，那里有一整套的这种的报名的表格啊，还有报名要注意哪个事情，那能有先干大家上好的，不用单个，你做的去下载。你去播的时间有条的版权，像影像版权、音乐版权，你做的先拿本人家受访者钱。播出的时间那会冇问题。其实大家还有问题，其实啲网站当中吼，就做在大天发函喺一家来查看呐吼。像亚鬼龙套言呐，你啲学习嘅高场地度，你替摆学亚纪录片咩吼？你可能喺一家扑嘅某做商业，还喺某做天丝风播出的话，可能就一家看就好嘅咩。唔讲，也摆爱来参加呀节目嘅时间，你系唔系咩爱有动到，就像刚他讲到嘅，要签名啊，签那个同意书啊，还有引用呀问题，系唔系唔咩共用有督导嘅呢？有啊，就是当然我们看了那些办法之后，就有一些表格要签嘛。那像受访人这些还好，这个题目比较简单，都是我自己家人，对，所以就请他们签一签这样子，然后。音乐的话，刚好我这次也很幸运，就是我们是等于是跟那个陈柏文老师合作的一首音乐，就是改编那个小星星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音乐版权算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没什么问题。不过正经喺督导一些就係業餘嘅導演啊，佢哋做呀創作嘅時間吼，可能會當隨性有冇？隨性就會知道就桂龍就像桂龍導演講嘅共用吼，就會希望留故事講完整，也要輕鬆有嘅啦吼，因為講到動到其他嘅東西嘅時間，係唔係就太困難嘅吼？也部分的話，因為我記得條擺時間沒有幾多擺吼，係因為也版權的問題啊、引用啊、還係樣相啊、吼請冇版權簽名啊、同意書啊，就安尼冇睇的，就做唔得參加嘅係冇？應該係版權沒有來源，冇拿到。故時候，我哋就會搶，可能會修改，希望係真是馬做唔得修改，馬做唔得拿到的時間，我哋就會考慮就不播出，因為我哋係天絲台，冇辦法講，我哋就係冇有問題嘅東西，係我哋播出，我哋。唔過呀，1394大戲路呀，整案發動到今年已經係第9年吼，上先第度真經有動到法國嘅動到新嘅導演，還有故事係冇？呀9年來吼，9年來吼，係唔係有動到目標用類型嘅一類紀錄片產生咯？其實我哋也9年第1394大戲路看到幾多嘅社會嘅議題啦，跟面向。就像我哋做的份，像有一類乜嘅後龍，我在後龍溪的歲月，也就係講後巴污染的問題嘛，還有嘅乜嘅去年的歡呼跟今年的傾聽，就係少數就是罕見疾病的問題。其實我哋做的跟因為9年的幾多樣片的，我哋聽到看到冇相同的問題。就係像傳統行業嘅演技嘅啊，係冇就係有幾多環境議題嘅。嗰所以9年來吼，真經熟悉嘅動到無共用嘅紀錄片吼，無論係一開始嘅30分鐘嘅，到下15分鐘吼，就係動到嘅資料庫、資料來源就錯嘅。嗰個今日咧來大家紹介就係1394大戲路嘅紀錄片整論發通哦，所以你哋都係有乜嘅神奇好搞嘅故事呢？等下一張紹介俾大家，也下先來學看一下。